东外，放东外，我拢捌看到即台车的主人是啥物啊？啊，佮拢伫遐咧想，咱出去足奇怪，啊，但是车佮拢伫遐动。啊，所以就是讲有，敢若有即个缘尔啦，啊，根本就还没跟即个缘的即个分就拢总完全没有。啊，所以民总就是讲，到底有啥物关系？所以互因即两台车去即个，哎，然后我再来讲即台车，即台车伫3工前我已经买去啊，哦，那头15人，15单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搁拢出国去所买啊，因为我还个出来，啊，即台车买去，啊，伫还未买去进前，伫民国107年，因为咱正10当前呢，一段时间我因为某一种的即个病症吼，啊，去开刀吼，啊，咱算真严重啦吼，啊是休养差不多半个月，不是半个月半年，啊开刀，当迄个共迄个所在开刀开几落头，啊，带到对家好病人入去，啊，所以呢，为着讲咧，为即个病，咱爱食抗生素，食足济啦，哦，这是一定爱。啊，然后呢，食到一个胃酸叫拜耳，啊拜耳了后呢，当然就在话来离即个胃啊变溃疡啊嘛，好个再个无胃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到即摆，互我拢有固定时间呢，拢即个照胃啊，所以去跟了罗永志，哎，有一个医生，儿医的医生，拢伫遐。啊，伫咧民国107年的时阵，3岁，互我讲仔去照胃，啊照一个了，迄个布，迄倒来，迄倒来麻豆。我住伫麻豆，啊经由着即个高雄的即个中正交流道，要对迄个交流道去。啊，拄停伫个即个交流道进前的一个青红灯，拄红灯的时阵拄停的，停的无偌久。我讲有一个习惯就讲，啊若停了，加减仔看后视镜啦。啊，忽然间看后壁一台车，黑色的轿车呢，啊，伊看个红灯来，一直撞来啊，一直撞来哦。啊，对互迄台车怎啊撞来？还好那时候迄台车的速度无讲紧甲就厉害，所以撞袂去了扁去。啊扁一个，我想讲，啊伊哪安尼互我头过甲看觅者，啊迄个人呢，哪咧甲我看，甲我看，啊互我看咧，我甲看看了，因为我无落来，所以伊也无落来。安尼啦吼，啊想讲啊好啦，要紧啦，啊无代志就好啦，但是呢。咱落来了，我看咱迄台车咧慢慢叫走出来，哦，然后走出来，啊好甲才无足严重啦。我用手啊度过来拍，竟然叫我拍入去啦吼。好来，即摆要去看报告，我隔一个月，迄阵是透早10点外，哦啊，因为我其实那讲早出来，啊拄好读车，啊读车咧，蹛规那要中正交流道倒来。倒来第一个青灯，我若停伫遐，我红灯，啊停咧，我嘛是搁咧看后壁后视镜，较奇怪。后壁咱一台车有咱一台啦，对一台呢，即头吼，我有甲翕相过，即台头的，足大台，啊一台怎啊真，即个速度袂较大慢嘛，怎啊甲我，后面咱大的动落去了后，咱甲看，啊我即摆动咧，伊的慢嘛是拢入去啊有无吼？哦，啊我的慢嘛有咱拢了出来啦，啊后壁咱咧顶啊挂啦，哦啊后壁迄个挂吼后斗吼，咱拢落去，我都通见啊，那就落来啊，我嘛敲电话啊，请警察来处理啊，对无？一定爱叫警察来处理。啊，这个司机落来了，伊甲互我回信咧啦，歹势，啊，安怎吼？啊尾啊，伊是安甲互我安尼讲的，讲看，互我拜托啦，讲，敢会当咱去警察局怎啊和解就好啦吼。哦，啊怎顺底啊和解？伊讲若准无处理吼，搁出险无？讲伊一个月吼，薪水就拢总免拿，安尼啦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啊，搁记点，因为这个客运公司上界重视的是啥物？安全。是安全啦。啊，竟然伊会出这个不应该出的代志，
所以毋敢报公司，我想讲好啦，互你好做人啦，做啊处理咧，做啊我家己上来传互咱道经伊咧保养品咧做啊，看看甲我讲啊估计，我甲问讲啊估计啊偌济，伊讲1万，伊讲1万，尾啊，讲袂较就1万去，11000，尾啊后来去买单去，去警察局去啊，来做代志。咱各位先生等到，拢离迄个共款个交流道遐，互我拢咧停车顶应该是上较安全的对无？咱若无安怎，咱若没有闯红灯，也没有再开车，无咧开车，偏偏人要爱弄话。这啥物原因？然后事出必有因啦。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啦，就是讲，也许咱上天注定啊，分2摆弄到无代志啦吼。互车有问题安尼就好，咱人拢总无安怎。所以呢，每一件代志拢一定有伊个源头，拢一定有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因果关系。大家拢总有，每一件拢一定拢拄会着，总拄会着所以呢，咱今在即世人内底，咱拢希望讲咱会当过着做尔好的即个人生。但是呢，咱要过着即个做尔好的人生，咱一定爱了解着，咱永远伫即个人生，即个因素到底是啥物？来非常啦，咱咧讲一般的人讲咱离即世人的好命啦，是讲这人生过了袂歹啦，拢是用着咱即世人所接受着的，但是讲咱现在所享受着来伫咧轮转。但是我理解答，佮用较快，这论点佮用较快，就是讲影响咱人生的因素，其实毋是讲单单即世人。咱讲过去世，以时间来讲，就是讲过去世、有现在世，佮有未来世，所以咱定定安尼讲因果是通三世，安尼啦。所以有可能讲即世人咱做的呢，不管是好啊歹啦，可能还袂好的，但是留在后世。有可能讲咱即摆即世人所接受的，可能就顶世人来互咱，所以比前世人生受食时，就比来世个人生做食时，所以因果是通三世，就是咧讲咱人一种即个命。所以咱讲一般人讲我即世人过了到底好毋好，是毋是好的人生，还是歹的人生？其实以时间来讲，是即3点：过去世、现在世，甲未来世。若以第二个空间来讲咧，因为咱人活在即个世间，在一生当中，伊有过即个生活，甲第二即个活动，包括着即个物质，像咱食啦、咱穿啦、咱用啦、咱住啦、生理资源等等这物件，每一个人都无共款，有的人较有钱的，伊可能就食会较无共较贵重的物件，安尼，咱较无一个。较俗的，安尼，这叫做物质生活。若精神活动呢，就是咱内心中，咱人的心态，或者是讲咱心灵，咱人的心灵。所以会去影响着咱人生到底是好啊是毋好，当然就包括着物质生活甲这个精神活动。所以咱必须爱去了解。若无有当时咱会错解，就讲到底好的人生到底是啥物？安尼吼。所以呢，好甲歹，咱袂使单单用着咱即世人所接受着的果报来做认定，这足重要。为虾米安尼讲呢？我着形容着咱老师这讲话好，即句三世愿这个名词咱敢捌听过？三世愿伊讲第一世做善得福报。做善事啦，或者救济啦，护桥造路啦，等等这样第二世，安怎伊就得到福报啦？但是无收无费所以第二世享即个赐福。所谓的赐福就是讲无地位的即个福报啦。
所以呢，会阁做了真济即个追高错。啊，做了即个追高错呢，因为即世人阁有足济福通阁抵挡受，所以呢，到我第三世时阵，伊就接受着即个恶业，然后为着三毒，因为当伊开始有了即个福报时，第二世的时阵，创业可能是创业，伊袂晓善用着伊即个福报。伊即福报毋是讲歹物件，就较亲像讲咱即个钱共款。咱咧讲钱到底是好啊歹，无一定啊，看咱how去用。啊，一支刀嘛是共款啊，咱讲刀是一支刀到底是好啊毋好？所以咱厝咧用的刀，若准种是咧切猪肉叫做猪刀啊，哦，啊切菜叫做啥？啊叫做菜刀，啊切果子叫做果子刀，哦，啊所以就无共款用途，就无共款。哦，啊咱若就讲钱啊，钱咱来用来入股市伫咧运动，安尼。哦，啊，做功德，啊，就共款啊，讲用着这个钱来伫咧享受，去做的工课，去咧跋筊，去食毒，我又搁无共款做了追高错，所以到了第三世，伊就为着即个恶业，然后去对待，接受着即个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无鬼道，即个三毒苦，哦，三毒苦，即个是三世有关。当然，咱若做时间较拖长的，就是咱即摆叫做三世，但是到尾就讲一世人，一世现做现报的，啊嘛是有啊。尤其咱即摆时代吼，咱老师拢时常同咱讲，咱即摆咧高考是完全制度咧讨论，是足尔仔紧呢，足尔仔紧呢。当然，今日讲还佫会当坐伫即个所在，虽然讲听道理挂口罩吼较辛苦些。但是还佫会当伫遮来听道理，算真有福报安尼。咱中国大其实后个疫情那个真严重，包括美国啦，吼，甚至内底那个6、7万人，法国嘛是，意大利嘛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连讲是做阵有福报。啊，所以啥物时阵要报？哎，毋知影，可能随啦，互咱拢无法度通去防御啊。但是咱有可能会看到啥物？会看到哎，奇怪啊，即个人就做无好啊，啊，为啥物伊遐佫伫遐咧享受？吼，甚至呢，伊嘛做了真大诶即个位啊，即个为所为着，比如讲做厂长啦吼，或者是讲做乡长啦、市长啦，等这些奇怪。啊，即个人咱明知影足了解，就毋是讲啥物好拍摄，啊，但是伊是安尼有即个福。伊即摆搁了感受着过去的伊所做的即个福报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袂使单用着咱即摆所看到来做一个认定，好甲歹哦。因为咱人拢较多想即款的想法，就哦，即个人即摆趁真济钱，哦，有够好，即个人好命，啊，即个人好命，就咱亲像讲啊，咱有一个父亲，两个囡仔。哦，两个囡仔，一个读册读了真悬，做将官，哦，啊，但是拢离老爸老母啊离甲远远，哦，离甲远远啊。但是呢，伊是大人，较讲咧甲厝边隔壁乒乓拢乒乓啥物人，咱敢知影？啊，因合伊带做伙迄个后生无读啥物册，较暗册，拢伫厝咧做事。但是咧照顾是大人拢照顾啥？拢啥物人照顾？但是呢，是大人咧甲人乒乓拢乒哦，阮后生对一个后生，伊对咧做将军啊，爱民主。但是实际上真正咧照顾的是啥物人？是即个厝即个呢？是厝即个呢？是。啊，所以到底是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？有当时啊，咱家己都分袂出来，真正是照顾。虽然讲赚较少钱，但是通有效，是毋是？所以咱爱看会出来，看会出来。所以呢，《道德经》内底咱老祖人家讲一句话，讲视而不忘，食寿。即句话到底是咧讲啥？哦，咱人这个身躯，去互无去，去互歹去，叫做亡，哦，叫做死啦。啊，亡咧，亡就是讲，咱人啊，做当去了后。人讲甲咱放袂记者，迄叫做亡啦。哦，啊，若死而不
保袂种啊，咱登去啊，咱搁咱甲咱记掉去啊，迄叫做视而不保。啊，这个是真正是想呢。有个人家庭内底啦，哦，咱的大囝可能咧会说即个神位，神位可能有说即个佛祖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啊，是其他的神哦，是佛哦。啊，咱敢阁有迄个说即个祖先的牌位，有啊。啊，咱祖先的牌拢放伫底，跳放伫边仔吼，跳球，哦，啊神位咧，拢伫正中吼，啊，为啥你踩伫正中？然后比如讲咱有真正咱会踩观世音菩萨嘛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头，观世音菩萨，伊着着天天来讲，咱甲咱有啥物关系？咱真就无啊，哦，伊着即个血统来，血统来讲啦吼，伊敢是咱的祖先？毋是啊，啊，真正甲咱有血统有关系的祖先，伊放伫对一搭，啊，放伫边啊，啊，这个差伫对一搭，差伫对即个桥。对个。哦，这个桥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伊是真正诶视而不保。你有眼会啊？眼会几岁几讲去？32岁。32岁，当然来，以前咱即摆来讲叫做夭寿啦。英年早逝，咱讲较好听，叫做英年早逝。但是在世的时阵，咱着继续着咱讲老祖的即个道统啊。伊若是祖师之因呢，32岁，但真可惜是讲32岁叫归空去，但毋过归空去，人也是成仙啦。所以这个就是啥？这个就是视而不保，也是。所以若咱一般人的观念内底，啊32岁来转叫转来讲，哇，够歹命。但是咱伊家袂来讲到底好命啊歹命，是好人生啊歹人生？好人生啦，这个就是视而不保。所以咱爱去分看吼，所以这个是讲对着一件代志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看法嘛好啦。好甲歹嘛，袂使单依着外在物质生活来做认定啦。吼，早头我讲过，咱的这个物质的活动，吼，啊，咱一般来讲呢，好是啥？比如讲咱摕着这个，名牌的包包，名牌的包包，啊，一般人摕着这个名牌的包包，你行路比较靠风，你以群众来讲啊是讲手机啊挂喺度落嚟，互我知影就是讲有个人即个手挂落嚟，啊，然后咧后咧，即个手仔啊挂啥？挂。即当然咱大粒的泉酒啦，或者手指呢较早我捌听到一个名词啦，叫做放闪。放闪咱敢听有？放闪。放闪啦，闪是啦，安尼啦。我较早毋知讲啥物叫做放闪啦。后来较了解着，原来即拢是即个我少年人因咧用的即个名词啦，就是讲有个人呢。挂一粒金表啊，或者是讲挂一粒金手指，出去了后呢，就交工安尼一头里啊搭，安尼笑，笑对咱人对方的即个目睭皮安尼，即摆伊笑去了后呢，伊过哎呦，哪有迄个光啊？伊就对即个光甲看去，原来挂手表啊，甲人无共款，搁挂一粒做阵大咧，搁即个选手指安尼，伊就调工要互看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放闪，这叫做放闪，所以一台个认定内底就讲，安尼我买了钱多，开进跑车大豪宅，这叫做好人生，但是你敢是真正的好人生呢？其实啦，这拢是咱人一种咱个人的一种业性的一种这个观念，这个就叫做相对的情境，一切外在这物件拢是相对的，好甲歹，好甲歹，济甲少，悬甲低，其实拢是咱人一种自我意识内底业识经济家己去做判别的。咱亲像讲啊，咱讲水，啥物叫做水？即摆人内底上来种较苗条
38这个啦，哦，安尼讲会较水啦。但是咱伫个即个咱中国内底有所谓的四大美女，咱敢知？哦，赵飞燕、杨贵妃、四大美女，西施、有几位有无吼？赵飞燕啦，啊，个一个叫做貂蝉啦，貂蝉哦，貂蝉。啊，一个呢，哦，西施啦吼，啊，这当年皇爱什么人？哦，杨贵妃嘛吼，啊，杨贵妃，嘿，迄个是做安怎？不易。啊，肥嘛吼，啊，佫一个呢赵飞燕，足善啊，这足善人，所以人叫做燕瘦还回有无？嘿。啊，若安尼到底是肥较瘦，还是肥较水，啊，瘦较水？在人看的嘛，对无吼？迄靠一个标准啊。好人一句话讲情人眼中出啥？出西施。就是安尼啊，介意个，迄个是水啊。啊，若无介意，你安怎看嘛？无一定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水甲歹，这叫做相对情境；好甲歹，这叫做相对情境。这拢总是一种夜市的幻影，也是个幻影。包括你讲哦，咱即摆讲个大个豪宅啦，敢若真像足好安尼，啊，开着这个进口车，敢若真足好安尼，夜市的幻影。咱人就少一种这个观念，好甲歹，伊就对。哦，啊，钱趁济少，啊嘛是啊，啊，伊就对啊。一个头家，吼，足无哩，但是趁真济钱，而且袂，就是趁钱啊。哦，啊，趁真济钱的是讲啊，趁遮济钱要创啥啊？当然伊嘛讲会当享受嘛。啊，会当享受，所以伊就起定一间别庄做阵啊水，啊起伫海边咧。伊嘛讲若做有闲的时阵，拢去遐，哦，去遐安尼休闲一下安尼啦。但是呢，一直拢无去。啊，伊一间厝遐尔啊大间啊尔啊水呢，所以伊就去请一个外劳来咧甲，来顾咧甲整理。哦，啊伊足少去，啊拢啥物人咧住？啊拢是外劳咧住，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若种有闲的时阵，就拢呼朋引伴啊，踮咧骹咧，敲因伫咧外国遐朋友来讲，啊，阮头家无伫个吼，啊，你来你会当来我遮度假。还拢甲伊讲啊，你看，哦，非常的好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别墅啊，这个豪宅拢是我咧住，头家拢无咧住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呢，到底啥物叫做是？哦，不一定啊。咱即摆生活较好，啊，所以咧买衫是毋济，哦，咱可能哦，咱讲前几年大家拢比较朴素啦，看这边就知影，大家拢有想较朴素啦。即个图，咱看这衫有济无？哦，这门墙的后壁边咧迄堆衫啦，啊，毋是单只尔呢，搁有迄个橱仔内底吼，厝柜内底。咱拢是去钓鱼啊！那伊咱分倒来甲看啦吼，咱较了解嘛吼。咱若准备穿一领衫，咱方便无方便？咱去拣一领，咱逐工要出去啦。我相信讲咱厝内底呢，真相信拢有若袂少衫，但是较穿拢过几领。哎呦，啊，几领安尼尔嘛，因为咱即摆拢伫咧道场、伫咧活动的时阵，咱白烧衫啊，烧裤。较穿来几领，哦，啊，若讲较工课，要用啥？一般人出去了，要开始拣啊，但是伊堆一个仔拣，啊，烦恼就来了，到底是要穿对几领？安尼真受够过吗？但是呢，偏偏咱人拢是一种心理，佫较济有哪个减一丝，较济拢减一丝，嘛是佫要，哦，啊，若较早的人，过了较无好。所穿的衫吼，就咱大细汉的时阵，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厝内面咱真善食吼，所以衫裤一定是拢叫咱哦，种厝边啊吼，或者是咱的兄哥啦，安尼。所以伊穿已经一段时间啊，然后咱佫来穿，穿久一个久了会安怎？会破去啊。因为做囡仔时代就是拢是涂骹咧入袂咧烂的啊。敢有像即摆遐尔啊保守，好啊，像我咧耍珠啊、耍树顶，
有无吼？嗯啊，拢嘛是土工嘛，嘛无穿，拢无穿鞋啊，拢穿这，拢穿车卡，啊，所以迄裤拢就容易破，啊，去穿裤，啊，所以尻川背拢会破空。所以我厝边遐囡仔搬拢爱甲我穿，我拢穿破裤，啊，脚头呢，脚头咱即个愈破愈好，啊，因为拢会按过的，啊，所以迄阵会感觉讲，哎呀，咱人拢穿遐尔水的衫裤，啊，咱拢穿遐歹安尼。啊，较早个拢有迄个啥物呢？啊，人迄个米丸的，米丸的较妙。哦，米丸的，咱带来青料啦，我拢有青料，我即摆带来花刀。啊，青料遐有一个电子教程无吼？然后啊，较早吼拢有迄个咧分米粉啦，分米粉迄个牛奶啦吼，啊细汉的时阵拢会去遐排队安尼尔吼。啊，即摆分米粉就会分迄个规地对无吼？啊，规地若准食了，迄个地仔拢毋感觉。等下讲，啊要做啥？来啥来哦，因为即摆迄个口应该是讲无伫啊，所以人讲就讲，哦，这好算了啊，新潮即摆本来甲做像较早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咧米粉底下拢有写字嘛，一写中面落做，啊，一写啥？净重，一般是拢10公斤啦，吼，啊有写20公斤的较大啦。啊奇怪，啊，即个裤咱甲写20公斤。总之若莫干苦啊，写20公斤。啊，所以咧，咱迄阵会感觉讲，哦，敢若真是较歹命是，拢真破。安尼，但是咧，咱少年人拢穿即个裤，拢穿即个裤啊，讲咧破到一工对无？有诶是拢破着即个膝盖，头有遮。每当时我妈妈过年的时阵吼，我的后生，伊拢伫台北咧上班嘛，倒去找咧，互我妈妈看着，甲互我的囡仔讲安怎讲？哎哟，你的裤嘛去补的，你是无钱通买衫。因为在过去内底印象来讲，因为咱是无钱善家，所以拢穿甲裤拢叫破。伊毋知影讲这叫做啥物？潮流。新潮。新潮，穿了欢喜啊！咱若穿破裤，感觉讲安尼，咱真是足歹命安尼啊！啊，偏偏是破裤，啊，搁较，这是互我一排规高雄坐火车、区间车啊，坐倒来吼，暗时啊，特别我，咱感觉看过人穿这个裤，有没有看过？刚看清楚。迄个圆圆的微凯有无？我是关伫咧想讲，安尼凯有去穿啦。但是咱穿了，我相信讲安尼穿就伊有当是希望人去甲看一下安尼啦。潮流新潮，所以好甲歹咱要安怎去认定，对无？咱有一个标准啦，没有咱是个穿，但是咱讲新潮，咱穿即个裤，穿即个破裤的。做事啊，咱敢知影啥物啦？这讲话对啦，老师这讲话好啦。有一条歌有吼，鞋儿破，马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，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伞都破。为什么拢破？咱老师是啥物？这个最，伊是这个最破裤的这个。先驱，伊上介新潮啊！咱老师家己嘛安尼讲啊，讲生衣生鞋找破洞，时尚流行为俗，时尚的流行啊，上介时尚的，上介新潮流的，但是伊敢是咧对流行啊？毋是，伊讲借相明理要看破啊，借假修真练弥破，但是咧照相来明理。迄毋是咱即摆人讲啊，穿这是新潮，对无？所以呢，佛甲个匠心就是无共款。匠心就流行，流行敢会过？
啊，为什么叫做流行？流行讲即大时间好尔，过咧，过个无啊，好咱讲一条歌，唱一个歌啊，有人咧唱来讲叫做啥物歌？啊，流行歌，流行歌，所以唱一段时间啊，就咧流，就是安尼。即个时阵教会还佫过咧，就无教会。但是咧，咱人即种种流露出来，所要爱所造成的即个所谓的果，伊个所谓的好的即个人生是无体实的，伊是无随着时间甲着即个空间的经过而来消失的。简单讲，伊是无落在即个所谓的好甲歹啊。因为咱一个人一旦若讲落在即个好甲歹内底，那呢，咱一定有得失。咱人拢爱好啊，啥物人要爱歹？大家拢嘛爱好嘢，啥物人要爱善？但是这研究袂啊，袂啊，咱讲嘛判断，一切拢是一种观念，安尼，所以。一切拢是一种个经典是业性的观念，所以好人生，咱叫做好人生。知足就是好人生，知足正好就是好人生，因咱无欠，咱无欠啥。甚至讲咱一个月像我较年趁了一咱济，台湾首富啊，即摆最近富比士，咱台湾的排行榜第一名就是郭台铭。他叔讲啦，我无了解伊的心态。他叔讲伊若准无知足，伊即摆才赚的钱，对伊来讲，伊嘛是善的。但是咱有够通用，有够通亲，咱知足，咱就是好嘢。咱过就是好一种即个好人生。所以会当知足，会当上路。其实咱人讲实在，咱是真矛盾，矛盾里对一档。就是讲，大家拢爱快乐，看有啥物人无爱快乐？哎呀，但是要快乐，伊即个过程，要爱即个过程，确实拢甲着咱要爱即个快乐，拢安怎背道而驰。要追求快乐，但是做的工作拢是甲着要快乐的即个路行了颠倒边。所以呢，愈要追求，就是讲伊以外在作为主体的时阵，但是愈追求煞安怎？感觉愈变快乐，人有时人就是遮尔矛盾。所以呢，伊毋知讲原来知足就是好嘢，知足才会当快乐安尼才是好人生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咱甲总归依据，就是讲，啥物叫做好人生？好人生是心无挂碍，随缘自在。顶面甲咱讲的，并毋是讲咱毋通去趁钱，咱会当趁偌济钱，尽量趁。因咱讲老子嘛讲虽然伊是讲富贵以莫诸夫分啦，趁钱就是夫分共款，但是伊并无讲袂使趁钱。人讲君子爱财，处之有道。但是，咱要安随即个缘，随着即个好嘢缘，所以人讲守富贵。平和富贵，数贫贱，平和贫贱，数医德，平和医德，数患难，平和患难。咱好嘢，做咱好嘢的工课，就是讲迄个价值带互出来。毋是要去创业，毋是要去享受，迄个价值带互出来。若讲咱善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平治，安怎共款会当快乐，要安怎乐道。所以呢，咱不管是伫咧啥物阶层之下，拢总是无要紧。无所谓的贵，甲着即个贱，咱之所以会分出贵甲贱，是咱家己心迄个分的。所以一旦咱若准讲家己分出了即个关系的时阵，那咱就挂碍，因为咱已经有得失了。既然咱就过着咧得失的心内，咱讲咱敢是好人生？当然，互咱驶过迄个搁伫咱高贵的车、进口车啦。咱确实逐工咧烦恼迄台车是毋是偷工，安尼，咱即台车要用啥？我有了解一个人伊驶一台进口车有一工
去听伊一个，伊入去店内底后爱找人咧啉着，但是听伊外口，听外口呢，伊安尼一方领就出来一逝，一方领就出来一逝，伊出来外口要怎样？看车有看迄台车有伫。安尼是毋是去互即台车去互绑去？安尼艰苦诶。到底咱是咧用车，还是去互车用去？本地咱就拢开即台车嘛，是无要紧啦，有钱去买无要紧啦。但是呢，佫是袂自在，挂碍伤济啊，挂碍伤济。上介好是安怎？好啦，咱买一台车，来求道了，咱来用公了，咱载落去，这价咱是毋是佫有出来啊？佫无共啊。又不一样的，所以咱厝在啥物咧管的紧有钱啊，拢总无要紧。甚至咱读偌济册啊，拢总无要紧，迄拢总无啥物差别的。上界重要就是讲，要安怎互咱即个品格，咱即个品质会当好出来，做结果，即个果互咱做一个好的即个人生。即个人生改在对，好的人生改在咱即个心态。莫互咱即个外口即个境界。所以心无挂碍，随缘自在，是上界好人生。随着咱家己即个缘，所以呢，咱即摆家己会了解着讲好的人品会当造成着即个好的人生。后壁面咱就讲，咱要咱来成志愿，我们去成就他。我要成就一个，要有功夫嘛，因为咱顶面讲的啊。心无挂碍，随缘自在，有简单无？其实实在是无简单啦。咱到已经拢做甲安尼啊。讲实在啦，就讲做甲真正心无挂碍，随缘自在吼，咱就若不会害，咱已经解脱啦，解脱了。有当时啊，咱亲戚朋友或者是讲同亲，若真有啥物代志，遐烦恼啦，想袂开啦，咱拢会去甲讲一句话，甲讲。你着爱放他啦，你爱放他，莫甲想伤济啦。咱感觉听过，当时拢会应就讲放下就放下，你讲放下就放下，有遐简单嘛。但是实际上真正放下，咱心就有挂碍，咱就会当随缘。敢真正做袂到，今仔日讲做袂到，我也嘛袂即个所在讲，咱就是讲，咱过去的圣人生活。包括着咱的老真人已经规空倒转去啊，成就转去啊，解脱转去啊，都做有够。了是讲，咱过去嘛是佛，只是讲咱即摆是叫做未败佛啊，讲咱叫做是众生。所以咱即摆叫做是众生，加加减减，拢还佫有挂碍，还佫小可袂自在。因此，咱开就来开即个班。这班叫做发挥，为啥叫做发挥？就是讲爱有听迄个法。发过是要来治咱人的即个病啊！咱人身躯病了，医生看就是爱食药啊，嘛毋知即个病较会好。共款咱人心有病啊，当然来用即个法来治啊。假使讲咱若总无即个病诶，无即个身病，咱开就来入即个班诶，根本根本。可能过去圣人在努力所留下即个经典是要讲有啥物人病，毋是要讲有生了圣人病咧。毋是讲咱留下落，互人知影讲，原来就有讲老祖即个人，原来有一个释迦世尊，即阵有够厉害，有够无简单诶，毋是安尼。因为留下落，遐共款是叫做是法，经典就是一条路，伊行过，咱即摆要对伊安怎？所以咱还佫有不足，有不足就是爱安怎爱修，要安怎来成就，所以要如何成就好诶人生。因为顶面咱已经有探讨过，有当时咱有探讨就讲好人品就一定有好人生，这是足尽咱自然是只必然的因果报应。但是点点，互较慢慢听过，因为人在一生当中讲要做完全做人啊顺序，人讲祝你100字，然后咧万事如意，到迄个万事如意的。无啦，咱有一句话讲啊，讲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偌济，十之八九，有8口行啊。
十分变到行啊。所以吼，有一篇文章吼，我听看过吼，感觉一篇袂歹。伊安尼讲哦，讲猫啊，猫上爱食啥？食鱼啊嘛吼。猫敢袂晓游泳，猫袂晓游泳，鱼啊伫倒位？鱼啊伫水内底。所以袂当讲互伊安尼爱食鱼啊，就鱼啊通食吼。好，过来，鱼啊上爱食啥物？鱼啊上爱食豆粉啦，所以咱钓鱼啊拢用迄个豆粉做钓鱼嘛，去钓。但是豆粉伫咧水中也是伫咧路面，路面上。弄透，哦，伫咧路面上对无吼？鱼啊，鱼啊伫水内底啊。所以在即个世界上，无就讲安尼，伊即个意思是讲，咱人人生过程当中，无就讲从出世开始，拢一直顺到咱人饱年了，福慧相传道义啦，福寿相传道义。敢有好像也没，哦，都包括就讲，咱即摆咧修道，咱定定讲啊，修道会当改变命运，对毋对？修道真正会当改变命运，也毋过呢。确实拢加点有一款的理论，就是讲我即世人修道是咱个有遮地灾难考验甲特别殊，啊，就变来安尼啊，为什么会安尼啊？为什么？咱有一个父亲是清口，清口足久啊，即摆50几岁，从40、45岁时开始呢，伊这身躯呢，就是讲。感觉拢袂爽快啊！包括讲，有当时要喘气安尼，喘拢袂出来。喘袂出来呢，咱想安尼，咱人上界废话就是讲，我喘气足自然对无吼？当感觉讲我即个需要空气的时阵，迄阵表示讲已经人足艰苦的，安尼气袂出来啊，吸袂注意啊，安尼啊，包括要困啊，毋是足歹困。所以当然你就去找医生啊，去找病院检查嘛，检查无？检查拢总无啦，一切拢正常，就无。所以呢，咱老师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过一句，讲啥物叫做业力啊？啥物叫做业力？业力就是讲。当咱需要贵人的时阵，咱找无啦。当咱需要贵人的时阵，咱但是就是找拢总无啦。伊即个时阵就是需要贵人，看会安怎找即个病源，病源来甲医疗即个病对无吼？找无，会安怎？所以呢，咱老师伊讲啊，讲因为道理还佫医疗业咧欠人的，早晚拢总爱着。只是讲袂记，或者是讲无够行业，毋知爱安尼，这足自然的代志啊！人世间就是安尼啊，咱借钱啊歹还人，有咧借钱免还的吼，安尼也叫做借钱。去银行啊，做借啊无用，咱就开始咧借啊，对无？若厝内讲有啥物不动产，啥物就该抵押解啦，还佫有通去放咱线。我还佫有医疗业咧欠人的，早晚拢总爱做，所以呢，咱就是爱做。所以要如何成就好人生，咱这篇叫做道德宗旨。这道德宗旨，伊就是咧讲着咱人即个所有的全部即个好人品拢是真内底。咱如果无做干呢，当然咱就会当有好人生，这个所谓因果关系。不一定我毋是咧讲这。这人咧讲别个，毋是要讲这，但是我甲伊浓缩开，叫做福慧双修，福慧双修。咱老师伊安尼讲啥物叫做福？咱付出爱心叫做是福，会当解除着咱人的即个烦恼叫做是慧。所以咱即摆是叫做启慧班啦，启慧班的目的要用啥？要解除咱人的烦恼，因为咱爱明理，
咱若准无名利，咱讲要安怎解决着咱人的这个烦恼困难呢？因为咱无法度去转。所以人讲理解理解嘛，要解就是要有理，啊，所以叫做理解。哦，啊，所以福慧双修基本上就是咧讲功德，功德即两字。啊，所以真正的功德就是讲福中有慧，啊慧中有福。所以咱老师搁非常注意甲咱注意即段话，啥物叫做是功德？已经讲出着即个体用的关系啊。讲功德是无条件为大众服务，刻苦来着把代志做好。即个代志就是讲服务大众的代志。啊，服务大众就是付出爱心。哦，啊无条件的就是讲贵。啊，刻苦来着嘛是咧讲贵。因为咱若准无贵呢，咱敢有法度刻苦来着？无法度啊。哦，要做无条件无简单呢。咱为大家好做好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咱会讲，到某一件某一寡代志的时阵，有当时讲，啊无采我对你啊好，啊我即摆咧安怎你拢袂当甲我斗迄落个，安尼敢有条件？咱是大人，一般啦，大部分啦，就是讲，咱互咱的囡仔食、穿、用，咱敢会遐讨钱？会啊，敢会遐讨人情？哦，迄是讲有当时啊吼，有当时啊讲即个人，即个囡仔就已经到做人仔迄落来甲讲，啊无采我咧饲你安尼啦，哦无采我咧无咧饲你安尼，但是大部分拢总是无条件，迄叫做真正的亲情嘛，哦，啊共款意思啊，咱咧讲是讲无条件为大众服务，刻苦来着甲代志做好，所以这个已经是，当然即个讲内底个福慧双修。啊对呢，你是讲较对，伊是若是去体谅伊，就是讲福慧双修。结就是讲照着为大众服务，共款付出爱心。咱今仔第一办道，敢是咧付出爱心？是的呢，咱是要挽救伊的这灵性。哦，啊挽救的灵性，毋是爱心嘛，毋是咧为大众服务吗？哦，咱有做一千世代，拍片咧规班打扫佛堂，哦，甚至呢厨房咧无。啊来遮咧服务，种就是为大众服务啊。啊，就是讲要照着为大众服务，即件代志，甲家己心甲拢总无脾气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吼，咱拢咧替大众服务，咱共款。啊，佫有一块伙呢，因为有人道事啊，毕竟咱拢爱收啊袂够。较早细汉的时，我细汉的时。我妈妈若准备叫我做工课，我拢会念一句。啊，是安尼，逐摆拢要叫我，啊，是安尼叫哥哥，毋免叫姐姐啦。啊，一日做一日念啊，啊嘛是咧做，我一日做一日念，因为毋做安怎？会互推啊，所以毋敢无做只讲安尼念啊。啊，咱敢袂讲啊？啊，咱先生，啊，咱先生去叫咱做啥？哦，来遮当服务一下是啥？啊是咱逐摆拢要叫我，啊其实咱有当时会安尼咧，加减仔下，啊加减仔下咧，啊嘛是做，但是安尼就佫无共，哦，因为这个已经有条件出来，啊我们还有脾气，哦，啊但是咱照着这个场，所以因为咱的病理这个所在就是伊这个所在死，啊这个所在就是道场，道场毋是讲单单一间佛堂。咱伫对即道不足，迄个所在就是叫做佛堂，迄个所在就是叫做，迄个所在就是叫做道场，那个地方就叫做道场。哦，因为那个地方需要，需要咱去改变。哦，所以功德这两字，意思就是讲福慧双修。所以功，伊是福中有慧，德伊是慧中有福，所以这叫做一体两面，叫做福慧双修。福慧双修，咱今仔想到就是福慧双修。咱有福慧双修，就然咱会过着即个好诶人生，人家有智慧。但是有智慧，无代表好人生，无代表讲咱人一生当中拢过了真顺遂。哦，人生的路途无一定讲过了真顺遂，但是咱会当过了真自在。伊意思就是安尼啦。
所以呢，既然讲到功德，咱就来了解着这个。咱老师伊用着这篇功德银行使用规则，也是咱前晅捌看过着一篇。哦，安怎写？而且讲每一个人有一个账户，人马就在三宝中，平常时间存利息以外，留定应不乱。即讲累积是存款，批期毛病是赔款，批生不息是借款，因只是大额存款，业将来是可用入三四上下，加金花就还。咱今仔有求道，因事一致了后，咱有一个天公银行，咱先就开始，咱有一个账户啊。我捌看过一个演讲啊，就是讲，这个讲师呢，就是讲伊，咱老师拢捌带去天佛院，哦，伊即摆安尼讲，我讲，当伊去的时阵，看着讲，哇，还有足侪莲花啦，真侪莲花，但是这个莲花呢，拢有写着名，啊，这莲花后着足大蕊的，后着足细蕊的，后着用要点去的，哦，莲花。这到底是讲的，就是讲咱人每一个人啊，都求得了，我们的账，这个账就是在走莲花。哦，咱真正真讲是修的，哦，当然，那个莲花就会大。哦，当然，咱今日是讲有就去做大家来做这工作，我意思讲，它自然就莲花就开得很茂盛，很顺。哦，所以咱看讲观世音菩萨伊个较大的，这是咧讲伊有业德，业德伊个所在。所以咱有求道，所以密码就会杀好了的。平常时间存利息以外了定，应就还。平常时间存利息，其实咱上偏对咱是做慈悲啦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咱求道了，咱老师拢甲咱鼓励，讲叫咱去度啦，有无？有啊，度人拢有希望伊来当来听道理啊。伊讲度一个人有几分的功德？3分，爱去补助偌济？补助7分。